后来镜头锁登来台湾，这个便当的配菜都是项上个人玩的。讲第一名就是迄种三色豆啊。三色豆啊是红菜头、青豆仁甲番麦粒掺烂的食材，常常常用来做便当的一项配菜。有网友来质疑，讲这种冷冻后的三色豆啊，营养会来流失。不过营养师讲，这颠倒摆哦。讲三色豆啊，就是因为用快速冷冻的方式来处理，所以成功把这个营养素甲抗氧化素甲锁起来，营养价值真悬，对人体黏膜、肠仔道甲视力拢有真大的帮助。伫咧路口买便当，爸爸款的菜色内底有倒几项是你上无爱食的咧？大部分的人好像都比较不喜欢三色豆这一道的菜，好像玉米或许还可以比较接受一点。不喜欢，为什么？我不喜欢红萝卜。大间便当店拢为三色豆摕到冠军宝座，过来是生敢若亲像乌乌的电话线海量，第三名是菜脯，另外湿水特殊的豆豉、荧光咖喱嘛排有着顶。按若讲实在，大家遮尔个三色豆，有的人是因为食甲会惊，麻烦说是无介意迄种冷冻口感。不过个三色豆营养价值是咱料想袂到的。快速冷冻，其实这样子的话，营养成分是不会消失的，主要成分是蔬菜还有我们碳水化合物。那像青豆仁的话，还有我们的玉米，它是属于淀粉类，相较于精致的白米类的话，它是比较多的纤维质。三色豆经过冷冻处理，成功把营养素和抗氧化素所调和，而且真正青豆仁和番麦对人体冇无共款的功效。亲像真正会当保护黏膜健康，调节血糖和血压。青豆仁有真侪纤维、个糖啊，个有利尿。番麦是保护目睭，卖当预防心血管疾病，个有降低癌症和心脏病风险。预防癌症的部分呢，建议大家还是以均衡饮食，天天3蔬2果的部分，对于我们的癌症的预防才会比较好。虽然食三色豆，叫大家批评是上无诚意的菜色，也毋过为了健康营养，加减食一撮啦，嘛是真有帮赞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